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非常嚴肅，甚至可以用驚心動魄嚟形容嘅話題。喺過去嘅3、5年裏面，無論你打開財經新聞、睇 YouTube 定係同身邊嘅朋友食飯，大家講得最多嘅投資工具係乜嘢呢？冇錯，就係 ETF。全世界都同你講 ETF 係最安全、最穩陣，甚至係專門為懶人設計嘅發達恩物。好多所謂嘅財經專家會同你講，你只要每個月儲錢買入大市 ETF， 然後你就可以安心瞓覺，等到退休嗰陣，你就係千萬富翁啦。呢種說法聽落真係好吸引，係咪？仿佛只要你有個股票戶口，識得冚買入呢個掣，你就已經揸住一張通往財務自由嘅單程車票。但係如果有朝一日，我話你知，你手上面嗰隻以為最安全嘅 ETF， 其實係一個偽裝得好好嘅計時炸彈，隨時會將你辛苦儲落嚟嘅血汗錢炸到粉身碎骨，你會唔會覺得背脊有一陣涼意呢？今日我唔係喺度危言聳聽，而係想揭開 ETF 背後鮮為人知嘅另一面。好多人以為買 ETF 就等於分散風險，就等於唔會輸錢，但事實上喺金融市場入面，無知先係最大嘅風險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3大 ETF 陷阱，特別係如果你嘅投資年期係打算長達5年、10年甚至更耐嘅話，以下落嚟嘅內容分分鐘可以救返你成副身家。首先，我哋要講嘅第一個陷阱，亦都係最多散戶朋友最容易中伏嘅，就係槓桿型 ETF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，甚至買過一啲2倍、3倍做多或者做空嘅 ETF。尤其係喺2020年或者2021年嗰陣，科技股大牛市，好多人覺得買正股賺得太慢，於是就走去買嗰啲3倍做多納指、3倍做多半導體嘅 ETF。佢哋嘅邏輯好簡單，如果個市升1%，我隻 ETF 就升3%，咁我咪發達咯。表面上條數係咁計冇錯，但係魔鬼往往藏喺細節裏面。呢類 ETF 最致命嘅地方，在於佢有一個叫做波動率好損嘅機制。簡單啲講，槓桿 ETF 嘅回報係按日嚟計算嘅。我舉個好簡單嘅數學例子俾大家聽，大家用心算，跟住我計一計。假設有一隻指數，今日係100蚊，聽日跌咗10%，變成90蚊，後日佢又升返10%，90蚊加10%即係99蚊。對於個指數嚟講，佢只係跌咗1蚊，跌幅係1%。但係如果你揸住一隻3倍槓桿嘅 ETF， 情況就完全唔同啦。當個指數跌10%，你指3倍 ETF 就會跌30%，100蚊跌30%，正反70蚊。好啦，第二日個指數升反10%，你指 ETF 跟住升3倍，即係升30%，70蚊升30%，係幾多呢？係91蚊。大家睇清楚未？個指數由100蚊變成99蚊，只係跌咗1%，但係你隻3倍 ETF 由100蚊變成91蚊，足足唔見咗9%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好損。喺一個上上落落、有升有跌嘅震盪市況裏面，就算個大市最終無升無跌，打個平手，你指槓桿 ETF 都會因為呢種每日結算嘅數學機制，令到你嘅本金不斷縮水。時間越長，震盪越多，你輸得越金。好多人以為買槓桿 ETF 可以長揸做長線投資，呢個絕對係自殺式行為。除非你係好肯定未來一個月個市係單邊直線爆升，否則長揸槓桿 ETF 就等於你自願每個月割忽肉俾發行商，慢慢流血致死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喺2021年嘅高位買入咗3倍做多科技股嘅 ETF， 經歷咗2022年嘅大跌市，即使後來個市升返上去，你距離返家鄉可能仲有好遠好遠嘅路要行，甚至可能永遠都返唔到去。所以千祈唔好將槓桿 ETF 當成係儲蓄工具，佢只係一把好鋒利嘅短炒利刀，唔識用嘅話，隨時切斷自己隻手指。講完槓桿型 ETF， 我哋嚟講第二個陷阱。呢個陷阱更加隱蔽，更加容易令人產生幻想。
我稱之為主題式 ETF 嘅熱潮助紂。喺過去幾年，發行商好鍾意出啲各種各樣花神名堂嘅 ETF， 譬如話元宇宙 ETF、大麻 ETF、太空探索 ETF、在家工作 ETF 等等。呢啲 ETF 聽落去個名好性感，個概念好宏大，好似代表住人類未來嘅發展方向。你可能會諗，我睇好元宇宙係未來，所以我買元宇宙 ETF， 長線實無死啦。但係現實往往係殘酷嘅，數據話俾我哋知，絕大部分嘅主題式 ETF， 佢哋推出市場嘅時間點，往往就係嗰個熱潮就快見頂嘅時候。點解呢？因為發行商係做生意嘅，佢哋要賺管理費，當然要趁個話題最熱，大家最想買嘅時候推出產品，咁先至最容易吸金嘛。當全世界都喺度講緊元宇宙嘅時候，佢出一隻 ETF， 大家就會衝入去買。結果係點？你往往係喺個估值最高、泡沫最大嘅時候接咗火棒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啲主題式 ETF 嘅選股標準，有時真係令人晒頭。為咗湊夠數去出一隻 ETF， 基金經理可能會將一啲同個主題只有少少那咧，但係質素麻麻地嘅2、3線公司都塞入去個組合裏面。你以為自己買緊行業嘅龍頭，其實你係買緊一大堆垃圾。而且呢類主題式 ETF 嘅管理費通常都唔平，普遍都要收你 0.7%。甚至1%嘅管理費，相比起追蹤標普500指數嗰啲0.03%嘅管理費，足足貴咗幾十倍。你長線揸住一隻收費貴、成分股質素參差，而且往往係喺山頂發行嘅 ETF， 你覺得你贏面有幾大呢？歷史上有好多曾幾何時紅極一時嘅主題 ETF， 過咗3、5年之後，股價跌到阿媽都唔認得。甚至因為資產規模太細而被清盤，到時你唔單止輸咗錢，仲輸埋時間成本。所以，對於嗰啲聽落好新潮、好有概念嘅 ETF， 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，唔好俾個名呃咗。要真係打開佢個持倉列表，睇下佢究竟買緊啲乜嘢，同埋問下自己，呢個熱潮究竟係可持續嘅趨勢，定係曇花一現嘅泡沫？接下來，我哋要探討第3個陷阱，亦都係好多退休人士或者想製造被動收入嘅朋友最容易踩入去嘅，就係高股息陷阱。香港人好鍾意收息，覺得有息收就係穩陣，就好似買樓收租咁。於是市面上就出現咗好多標榜超高股息嘅 ETF， 有啲年化股息率甚至話有 10%、12%。見到咁高嘅息率，好多人對眼即刻發光，心諗我擺100萬落去，一年就有10幾萬息收，仲使乜返工？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呢啲咁高嘅股息係從何而來嘅呢？天下間無免費嘅午餐，如果有隻 ETF 可以無風險咁派 10% 嘅息，咁全世界嘅錢都湧晒入去啦，點會輪到你？通常這類超高股息 ETF 有2種情況，第一種，佢買入嘅係一啲股價長期低迷，甚至係有財務危機嘅公司。呢啲公司因為股價跌殘咗，所以個股息率提落先至高。如果你買咗呢類 ETF， 你賺咗股息，但係隨時蝕咗價。甚至如果啲公司削減派息或者倒閉，你就會面臨雙重損失。另一種近年好流行嘅，就係所謂嘅 Covered Call ETF， 即係被對應購期權策略嘅 ETF。呢類 ETF 透過賣出期權嚟賺取期權金，然後派俾你當股息。聽落好似好醒目，但係呢種策略有一個致命傷，就係限制咗你嘅上升空間。當個大市大升嘅時候，因為你賣出咗 call， 你嘅升幅會被封頂。但係當個大市大跌嘅時候，你就要照單全收跟住跌。長遠嚟講，你會發現呢類 ETF 嘅股價係呈現一個長期向下嘅趨勢。雖然你每個月都收到息，但係你嘅本金就越嚟越少。就好似你要割自己大髀啲肉嚟餵飽自己個肚一樣，最後你嘅總回報往往係跑輸大市一大截。對於嗰啲仲年輕、仲想累積財富嘅朋友嚟講，買呢類高息 ETF 其實係極度唔划算，
因為你犧牲咗複利增長嘅威力，去換取眼前嗰少少嘅現金流。你要記住，總回報先係最重要，唔好淨係睇個息率。講完呢三大陷阱，我想同大家深入探討下，點解咁多人明明知道投資有風險，但係依然會前赴後繼咁跌入呢啲 ETF 嘅陷阱裏面呢？歸根究底，係人性嘅貪婪同埋對簡單嘅過度追求。我哋生活喺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每個人都好忙，亦都好焦慮。我哋好驚錯過發達嘅機會，所謂嘅 FOMO， 錯失恐懼症。當見到身邊嘅朋友買3倍槓桿 ETF 一個禮拜賺咗20%，你自己揸住隻穩穩陣陣嘅大市 ETF 喐都唔喐，嗰種心理落差係好難受嘅。你會開始懷疑自己，係咪我太保守，係咪我太蠢？於是你就會忍唔住，將原本應該長線投資嘅錢轉去搏呢啲高風險嘅工具。加上依家嘅金融機構好識包裝，佢哋將 ETF 包裝成一種無腦投資嘅神器。佢哋唔會大大隻字話你知裏面嘅結構有幾複雜，期貨轉倉有幾大成本。佢哋只會強調過去幾個月嘅回報有幾吸引。好多新手投資者連個 ETF 嘅招股書都未睇過，甚至連佢追蹤緊乜嘢指數，用緊實物定係合成複製都唔知，就膽粗粗將幾個月嘅人工車落去。呢種行為根本唔係投資，係賭博，而且係喺一張你連規矩都未搞清楚嘅賭台上面賭博。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正確咁利用 ETF 呢個工具呢？其實最悶嘅方法，往往先係最有效嘅方法。真正能夠幫你穿越牛熊，實現財富增值嘅，通常都係嗰啲規模大、流動性高、收費低廉，而且廣泛分散嘅寬基指數 ETF， 例如追蹤標普500或者全個世界股票市場嘅 ETF。呢類 ETF 唔會令你一夜暴富，唔會有令人尖叫嘅短期回報，但係佢哋可以保證你攞到市場嘅平均收益。而你唔好睇小呢個平均收益，只要將時間拉長到10年、20年，加上複利嘅力量，你已經可以跑贏市面上90%自以為聰明嘅投資者。當你選擇 ETF 嘅時候，我有幾個簡單嘅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一定要睇總開支比率，即係 expense ratio。少數怕長計，0.1%同0.5%嘅分別，幾十年落嚟可以相差幾十萬甚至幾百萬。第二，要睇資產規模，規模太細嘅 ETF， 流動性會差，買賣差價會闊，而且隨時有清盤嘅風險。一般嚟講，資產規模少過1億美元嘅 ETF， 我哋盡量都唔好掂。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，要搞清楚佢嘅底層資產。你要知道你買嘅係真實嘅股票，定係一堆衍生工具。如果你唔能夠用3句說話解釋清楚隻 ETF 係點樣運作嘅，咁你就唔好買佢。另外，我仲想提醒大家一點，就係關於流動性危機。雖然 ETF 標榜流動性好，可以隨時買賣，但係喺極端嘅市況之下，例如2020年3月嗰種熔斷式嘅暴跌， ETF 嘅價格係有機會同佢嘅淨值出現大幅度嘅脫節，即係所謂嘅折讓。如果你喺嗰個恐慌時刻因為驚而沽貨，你唔單止係喺低位止蝕，你仲可能係以低過資產實際價值嘅價錢賤賣咗你嘅資產。所以建立一個強大嘅心理質素，明白 ETF 嘅運作機制，比起單純聽號碼買賣重要得多。我哋投資係為咗讓生活過得更好，而唔係為咗擔驚受怕。買 ETF 原本嘅初衷係想將複雜嘅選股工作簡單化，讓我哋可以專注返自己嘅事業同生活。但係如果你揀錯咗工具，唔將毒藥當補品，結果就會適得其反。嗰啲3倍槓桿、概念炒作、高息誘惑，通通都係包裹住糖衣嘅毒藥。佢哋利用人性嘅弱點，引誘你偏離長線投資嘅正軌。記住，喺投資嘅世界入面，快就係慢，慢就係快。唔好羨慕人哋透過高風險 ETF 短期賺咗幾多錢，因為你唔知佢哋背後承受緊幾大嘅風險，亦都唔知佢哋幾時會一次過嘔返出嚟。
能夠喺市場上生存得最耐嘅人，永遠唔係最聰明或者最大膽嗰個，而係最守紀律、最識得控制風險嗰個。我希望今日呢條影片可以好似一盆冷水咁，淋醒嗰啲正準備衝入去買各類奇難雜症 ETF 嘅朋友。返璞歸真，擁抱市場，做時間嘅朋友，呢個先係 ETF 投資嘅真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少少啟發，或者幫你避開咗一啲潛在嘅地雷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讚好呢條片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將佢分享俾你身邊每一位有買股票嘅朋友，因為你的一個分享可能會幫佢慳返唔少冤枉錢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去到呢度。投資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100米衝刺，保持耐性，保持理性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